来关心的，就是这个新水国际网络公司的负责人，伊结合家己所创立的支付的平台，讲若准伫伊遐标会啊，安尼若无标到的人是会当自动刷落去，而且呢，这收落来的奖金是会加较济。台中地检署调查认为讲，伊是涉犯银行法等等，所以已经甲伊声押核准。 总部伫台中的新作国际网络公司甲中华资金交易所，互检方查到，透过标会涉嫌违法吸收资金。检警这个月18所查考公司的口座汽车厝顶财产，而且向台中电医生申扣额裁定核准，保全金额拢总30亿。新作公司涉单的负责人涉犯银行法、生殖防治法等罪嫌，声押禁见核准。其他6个人以20万到300万块交保。检察官讯后。 认定神说公司诚信负责人涉嫌违反银行法、洗钱防治法等嫌疑重大，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，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 检方调查新创公司宣称引发自动缩表标会平台引进大数据，而且结合中华资金交易所第三方支付，会员入会了后25个人就会当开标，得标者就会当领当期的总标金，若无得标就会透过电脑自动缩表。资深投资经理林表示，新创甲中华资金交易所两间公司各有高收益、高奖金，也各有歹销的风险，公司内部无透明，早就有投资的疑虑。 标榜一个很高的收益，而且是保证的高收益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又发给业务员很高的一个奖金。那这2个其实就充分的表达一个问题，是说，那请问这个利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所以所有投资人都是会看，那只有一个会投，就是公司。所以公司有没有就是主要的会投，然后把所有人的钱全部拿走？新创公司甲中华资金交易所今年2月，捌伫咧网站反驳诈骗，强调拢是合法经营。也毋过4月封锁查了后，又搁发声明讲全台交易所停止营运，口座嘛去互冻结。检方嘛正罕见发布电子表单，呼吁受害民众会当家己写资料，或者是透过司法警察等保安的管道联络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